响应台南府城建成300年，台南乐龄学习中心70位总会数超过5000岁的这个长辈，早着家己学习的乐器，演奏甲台南有相关的乐曲，快闪来演出，展现着老大人的活力。 组织70位总会数超过5000岁的士大人，伫咧安平开大天后宫演奏，每一位摕乐器演奏真侪首和台南有关系歌，除了展现士大人的活力和才华，嘛透过音乐将府城的文化继续传承落去。他把社区的一个热点跟我们庙埕文化结合在一起。这一遍由南华大学民族音乐系老师刘正吉带领阿公阿嬷伫咧安平演出。咱安平的歌就是上有名的，咱南都夜曲跟迄个安平推广曲。这一遍的活动选伫咧安平三大历史场合举办，同时透过快闪活动，让士大人行出好歌，展现表演的成果。 Hello， 我是郑雅芳。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